敬德书有蹊跷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弟兄妹，大家平安。咱要继续顶礼拜圣经的故事，以及讲无了上帝话内底所蕴藏的智慧。伫咱要领受圣经的话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自古以来，伫创造了后，人类所咧追求天顶的真神，无共款的宗教，无共款的民族，人拢举头仰天，咧问讲：伫即个宇宙中间，有对一个生命是真搁尊贵？赐生的天父上帝，当阮举目仰望看袂到上帝你的灵的时，上帝你就开启，互人有智慧，也互人有启示。主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阮有即种好奇的心，搁有一种求智慧的灵。求天父上帝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对阮的囡仔讲话。伫因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开因的目睭，互因深深认捌上帝你的存在，甲你奇妙的所在。主互阮的教会也因为你的存在，阮就充满属天的智慧，赢过这个世间最财物。主求你对阮讲话，互阮伫阮人生中间拄着艰难疑问的时，阮会当通过祈祷以及圣神的帮助，阮就会当参透详细你所显示阮伫世间所要知的奥妙。求天父上帝，互阮真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甲阮对阮讲话。伫今仔日这个神圣的礼拜中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顶礼拜咱讲到圣经内底即个雅各的故事，咱讲到前半段，就是伊伫上帝的面前，伊心中的焦虑，甲是人心灵内底迄个张力，伊伫迄个中间，圣经改表即个故事描写做伊甲天使相演。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继续咱讲最后壁段的即个话，我该号一个题目叫做事有蹊跷。即个话就是事有蹊跷。按台湾话即句话无好读，嘛无好讲。伊讲即件代志一定有奇怪的所在，就是安尼啦。即个地方讲，我今仔日所拄着即个情景，其中必有缘故。蹊跷。有一个人即句话题目最后跟你讲起信仰的两个态度。第一，就是好奇心。咱所拄着的代志，无一定是拢应该的。自然而然的，上帝不是莫名其妙，但是上帝真奇妙。所以，在咱人生中间拄着真侪代志，咱会问这个问题。其实，这个问题不是干那基督教独有的智慧。在所有的人类，包括我家己嘛咧问讲，上帝也未想出圣经进前，上帝安怎对人类讲话？当一个人来感觉这个宇宙中间有真侪奇怪的现象。看到天边的云，看到迄个彩霞的迄个色地，人就发现讲：明仔载可能有风台哦。人看到真侪情景中间，会思考一个自然的力量，甲伊背后的这个运行上帝的自然的力量。雅各伫伊拄着上帝的天使，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伊上界艰难行行，就是要回家的路上，渡过迄条溪叫做雅博河。伫迄个中间相演了后，伊问即个天使讲：“你的名叫做什么？”迄个天使甲伊讲：“你啥事？你毋免问啦，你毋免问。”这个故事听起来足自然而然，伊的剧情就是安尼。所以基督徒就像读世人，咱从来毋捌去问讲，即句话真蹊跷，真蹊跷。你号做啥物名？你想即个问题背后，咧代表什么？代表雅各的心内有真好奇，讲今仔日来找我这个人，伊到底什么身份？拿来看武侠小说来，内底常常有一句话，就是两个人啦，武侠高强的人两个相见面了，伊讲英雄，请问尊姓大名有无？今仔日这个雅各嘛问这个天使讲，你的名叫做什么？这真歹解释，但是犹太人因咧讲起因的列祖的祖先的事。伊咧讲起，我的祖先是一个心中的上帝。
对安尼开启了一个500年的问题。因为雅各问这个天使讲，也是讲雅各问上帝讲：你的名叫做什么？这个上帝无甲伊讲，这个上帝是安怎开头安尼？你若是一个启示人，要互人有智慧的人，你就真坦白，甲雅各讲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圣经的起头甲圣经的落尾，拢讲到耶和华。但是雅各问天使问上帝讲：你叫做什么名？上帝并无直接甲伊讲我的名。叫做耶和华。咱读圣经读一世人，咱拢感觉自然而然。这个耶和华，阿比拉罕也捌，这个以撒也捌，雅各也捌。其实阿比拉罕、以撒甲雅各从来毋捌讲过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虽然圣经的旧约创世纪有讲耶和华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，阿比拉罕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，但是迄是后来子孙咧讲话，当因真捌。真正，搁第二个人问上帝讲：你的名叫做什么人？你会记迄个故事无？迄个人就是摩西啦。所以当上帝真正将伊的答案甲人类讲的时阵，是这个家族经过500年，对雅各甲阿伯甲摩西，差不多足足有450年到500年的历史的时间。上帝无通过伊的嘴亲自甲人类讲话。但是后来上帝有启示，有表明，咱是一个真特别的宗教。世间所有的宗教拢咧问天顶的神讲：你是叫做什么名？所以伫道教中间咧找这个宇宙的循环，因为一套宇宙观，咱卖当讲伊是一个中国的这个物理学，所以伊该写作道德经这个道。所以伫中国的铁学的内底，伊咧讲这个神是什么？从来无一个神亲自对人讲我的名叫做什么，独只有上帝，伊启示犹太人。你若有读真侪宗教的经典，你会比较中间，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真奇怪。这是一个亘古不竭，就是讲对古早到今仔日，甚至到今仔日，我嘛会当问亲爱的兄弟姊妹恁一个问题：咱做伙做礼拜遮尔久，咱交陪遮尔久。亲爱的姐，你敢有真正肯定你已经真捌咱共同咧敬拜这个上帝？你敢真正已经真捌你？这是牧师伫今仔日礼拜的分享。我要对这个放弃的态度，甲这个问题来开始，甲咱来讲。以色列人怎样真捌上帝？自古以来，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后来甚至到大卫。因拢是一个游牧的民族，因常常看天顶的星，常常看暗时的月，伫迄个中间，因常常问讲：安尼我是什么人？上帝啊，你可以听说我到这个这样，上帝，你可以将这个活命的荣耀尊贵的冕旒赏赐给我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来遮找标准的答案。伫咱经历，伫咱人生大事小事，事有蹊跷的事，咱要安怎找到答案？甲主讲，主我想无，我想袂透，主我愚公含慢，起来圣神求你对我讲话，解说互我听。这个礼拜对今仔日开始，到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的路尾，咱要真捌上帝。伫咱人生中间，难免会拄着蹊跷、蹊跷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难免会拄着咱疑问无法度有答案的事情。兄弟姊妹要怎样？今仔日通过旧约的圣经结连新约的圣经，通过雅各伊所讲的这个问题，来到耶稣的身边的保罗伊所讲，伊讲人要怎样会通知影家己的事？伫今仔日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对咱对第9节到12节。第10节到12节，伫这个所在咧讲，伫咱内面有一个圣神，毋是这世间的神，是上帝的神。伊要互人会当明白上帝创造宇宙以来所有的一切奇妙的智慧，甲伊所要互咱启示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保罗所讲，这个2摆，伊讲知影人的事，甲知影上帝的事。但一个牧师一解说，恁会感觉讲，圣经该遮尔水。那知，英语只有一个字叫做 know，
KNOW， 啊，那用咱中文的知就是知啊。但是今仔日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1节，伊讲到2种的知，一种叫做爱达，一个叫做 gnosko， 这个字。但这牧师甲咱解释，第二个知影上帝的事，这个伫信仰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足特殊的讲道伫内底。伊讲，除了圣神以外，无人会通知影的智慧；除了圣神的帮助以外，无人会通知影的智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所受的教育的方式、甲内容、甲咱古早读册的时阵内容有共款，嘛有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咱即摆真困难回答咱的囡仔一寡答案啦。所以咱的囡仔袂看轻咱。但是咱的囡仔有缘，甲咱共款会拄到人生蹊跷，人生感觉怪怪，处事必有缘故。就是讲，我今日拄到这个代志，我虽然无得解释，但是我讲袂出来，一定有一个奇怪的代志。谁哪伫这暗暝，我会拄到一个人无缘无故走出来，甲我车盘柄伫遐相应。所以雅各伫迄个所在就发现奇怪的代志发生。所以今仔日所拄到的代志绝对不是偶然，是上帝的必然，上帝计划中间所要做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圣神对咱讲话，伫今仔日牧师要鼓励咱，爱常常有思考的这种训练。上好的教育就是帮助人家己找到答案。所以当一个好的老师，当一个囡仔提一个问题来问伊的时阵，常常老师毋是予伊标准答案。老师伫古早西台北，特别是西方的教育，伊毋是教囡仔背考试的考卷的标准答案，伊是帮助囡仔通过问题，搁再问问题，搁再问问题，然后一个问题、两个问题、三个问题，到最后，这个囡仔家己心中就有答案，对不？这个叫做引导式的教学啦。所以一个好的老师，当囡仔无提出一个问题时，伊会晓问讲：啊，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啊，迄个囡仔心讲：啊，我心内感觉对怪怪。伊就甲迄个怪怪，甲伊个老师讲，伊个老师就甲迄个怪怪的情形，佮伊讲：你讲有较清楚咧。啊，这个囡仔直直讲，直直讲，直直想，直直想，后来伊清楚了后，伊就有答案。所以天使甲伊讲：你咪使问。台湾话叫做咪使问，讲你唔免问啦，你啥事问？其实天使伫心内就已经甲伊讲，我知影你有答案啦。你唔免甲我唔免甲你讲，我知影你心中有答案。所以圣经个类故事讲，当天使离开的时，雅各讲啊，这个所在叫做便以利。你记迄个牧师顶礼拜甲恁解释讲，便以利叫做比努以勒。和本的中文的翻译做比努以勒，但是白话字的圣经改翻做便以利便L， 这个便这个字就是上帝的面啊，上帝的面。今仔日我记得上帝的面，所以天使无甲讲别出单，但是伊忽然伫伊心中的蹊蹺的这个疑问的中间，伊安静落来了，伊才知影讲。哎，我所拄到原来就是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咱甲上帝讨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咱常常问上帝讲：上帝，我毋捌看过你呢。上帝，我从来毋捌听过你讲话呢。你捌问过上帝这个问题无？牧师嘛捌问过这个问题。上帝嘛甲我讲：你啥事要问这个问题？你敢毋知影？你捌甲我祈祷伫少年的时阵，你为着你的人生的生涯规划，为着你的将来，你捌甲我祈祷。迄个祈祷了后，我就无离开你。上帝互我去想着讲，是啊，上帝从来毋捌出现伫我的面前。上帝虽然毋捌亲自甲我讲话，但是当我伫祈祷的中间，每一摆上帝拢认真看待我对心内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人生拢共款。因为咱的上帝是同款的上帝，愿这个上帝甲咱萨卡对的，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所听的弟兄们听讲道，毋是听牧师解说圣经的知识，毋是干那听牧师解说圣经的标准答案。伫礼拜上重要就是伫听讲道的过程中间，心中得到一个鼓励，有一个火热，有一个动机，你想要捌主去甲深。
你嘛想要爱知影讲，这个所讲的、所见证、所解说这个上帝，是不是会当伫我一生中间甲我做伴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虽然无将标准的答案甲你讲，因为上帝要训练咱真侪有思考的能力，也会当真正通过圣神，就是伫咱内面的圣神。迄毋是干那第六感，阁有就是第六感的顶端，阁有一个叫做圣神。圣神要帮助咱思考，也帮助咱参透，也帮助咱做决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若爱真做这种的个性、这种能力的人，你常常把你的手伫你的心中，你为着你得到智慧来祈祷。你若爱你的囡仔，真做这种真正有思考能力，佮会当伫上帝面前找到标准答案的囡仔，你会常常甲伊揽咧。你讲来，妈妈带你祈祷，来，爸爸带你祈祷。当你甲囡仔咧聊天，当你咧讲故事给囡仔听的时阵，你若想到这个囡仔将来，你会当甲伊揽咧。除了用揽条条以外，你嘛当有一个动作，甲伊放伫头壳顶讲，愿上帝将伊的圣神赏赐予你，予你有智慧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对安尼开始。雅各虽然无听到天使甲伊讲的答案，但是当天使甲伊讲，你明使问，你为什么问？你毋免问啊！因为你心内已经有答案啊！忽然迄个光醒起来，所以圣经阁接了这句话，就讲雅各就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 Penuel， 这个希伯来语的名，头前这个 Ben， 台湾话改翻做 Ben 的 Ben， 这个 Ben 这个字就是上帝的面啊！上帝用伊的面光照我，上帝用伊的欢喜的面看我，你会记得无？这就是旧约的圣经中间，以色列人最古早到今仔日，伊常常祝祷咧讲的话：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，愿耶和华用伊的面光照你，愿耶和华用伊欢喜的面看你。兄弟姊妹，耶和华的面有伊真神圣的事情。伫这个所在，逐一个雅各知影讲，通常看到上帝面的人，就是伊最后的一时刻。伊若无青面，就是死。亲像保罗嘛是安尼，伊看到耶稣的光，伊马上就青面。所以雅各感觉讲：啊，我看到上帝了后，我搁甲伊相揽，啊，我竟然无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有讲袂出来的真多，会迄个信仰的技巧。伫咧所在，雅各一世人咧回顾这个故事，所以这个故事常常拢是萤火晚会内底，迄个族长、迄个队长咧讲的故事的内容。所以犹太人的故事，毋是一个开始就有圣经，是因为因的族长将因所发生的故事一代个讲互一代听。直到后来有一日，上帝解说迄个过程，上帝解说迄个无标准答案的问题。所以直到摩西450年后，摩西伫西奈山顶，伊讲：你既然找见我，带以色列人离开到埃及，啊，我甲你见面，你叫我摕10句话，伫山顶摕落山骹，啊，遐个人若毋爱听咧，啊，遐个人若问我讲，这个话是啥物人讲？上帝，我应该甲因讲，你的名叫做啥？祖先以前拢无即个上帝的名，因只有一个称呼叫做El Shaddai。El Shaddai就是上帝是一个专能的上帝，所以亚伯兰看到这个上帝是一个奇妙有能力的上帝，以撒嘛看到上帝是奇妙能力的上帝。伊带伊的老爸伫旷野，逐所在乌水井拢出水，所以以撒感觉伊是天公仔囝，因为伊的老爸伫互人欺负的时阵，所行过的所在若乌落，拢有水井，所以因到处流浪到以撒的流浪过头，佮倒来。伊讲我印象中间，我古早才有一口井呢，阮爸爸伫遮乌水井。老爸的上帝就是全能的上帝，因讲袂出来上帝的名是什么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真福气，咱的信仰，上帝讲清楚，上帝讲清楚。伊讲我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讲道拢咧介绍这个上帝。每一摆的讲经，拢咧带人认捌上帝稳重的奥妙。
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，也想使咱的囡仔有好奇求真的态度。一个若将来毋捌用伊头脑去思考的人，伊永远拢背标准答案。一个若将来毋捌思考的人，伊拢无法度判断老师讲的是对甲毋对。所以，一个真正会通伫伊信仰中间，请做上帝所赏赐的智慧，更有耶和华就智慧的开端，人物至圣的就是聪明。迄个意思就是安尼。咱对上帝话毋是质疑，是感觉讲上帝为什么讲这句话？上帝要教示我什么？咱用祈祷了后读圣经，心内就有感动。你有感动的时阵，你有可能无了解，你只有一个火热的心，感觉读了有一种的能力，有一种的活力，有一种的动力。你想要做什么种的代志？有可能你讲袂清楚，今仔日迄个感动是什么？但是犹太人的囡仔的爸爸妈妈，拢常常甲囡仔讲：不要急着回答，想好慢慢讲，想好慢慢讲，毋是对啊讲，毋对啊讲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内底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因为白纸黑字的圣经早就已经伫咱的手中。但这圣经需要经过思考，需要经过人的决志。思考就是讲上帝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决志就是甲上帝讲，上帝 OK， 你讲的，我要照安尼来做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宗教，拢有好奇甲求真，但是真少亲像咱遮尔幸福。上帝亲自来到人的面前，上帝伫亚伯拉罕的面前，上帝伫以撒的面前，上帝伫雅各的面前，上帝嘛伫摩西的面前。到今仔日，上帝嘛伫咱的中间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文明、科学甲宗教的起头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安静，搁来回想，牧师邀请咱，搁做伙对圣经来问咱家己一个问题：讲今仔日这个事有蹊跷这个字，到底对我来讲，要带来什么种的智慧，什么种的作用？伫我人生所拄到的最代志，这礼拜我拄到诈骗集团啦。也讲庄先生吗？汪氏什么事情吗？台中的这个伊甲我讲，伊是台中71邮局分局啦。伊讲今仔日有一个人摕你的身份证，亲自来到这个柜台，要办这个房屋的补助考折啊。伊讲这是不是你授权给他的？我讲身份证伫我的身躯边，拜托你柜台的小姐，你直接报案。你甲警察讲，这个人摕我的身份证，伊讲你还来家己来遮，因这案是你当事人，你无来，我无法度处理。我讲无你亲自你就甲报案，哎呦惊报案呢，真正佫敲迄个县内的电话伊毋知讲敲啥物货安尼。伊讲对方的警察局佫甲伊讲，就真正佫有人咧讲话呢。你还佫甲我讲，这个警察讲你爱亲自来到遮报案。我歹势，我今仔日爱开会无用你直接报案若无你报案了3年等你才寄互我，哭起来我电话挂掉。其实无啦，我听20几分钟。兄弟，这个时代呢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主带咱脱离死命的山谷。当咱拄着真侪遮难，是毋是有能力通判断？免紧张，免西问，上帝圣心甲咱撒甲伫地。主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的名，上帝一旦讲出，上帝的名都有能力甲圣洁。这是今仔日第一个牧师要甲咱解说的这个圣经节。第二，伫这个圣经的中间，上帝的名代表什么？第一，上帝的名代表伊的能力，代表伊的本性。耶和华这个3字，耶和华这3字。伊本身的含义就足深。你捌听过牧师讲说过这段圣经？伊讲 I am who I am， 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就是将来要诚多，你将来要为着你成就大事，将来迄个上帝，我嘛是自然而然，无起头无煞尾。所以犹太人咧讲的神甲宗教，毋是逐种宗教拢共款。
真侪人讲信啥物拢共款，你捌听过即句话无？拢敢若是劝人做好，信仰毋是敢若劝人做好，信仰是互人找到生命的答案，信仰是互人明白即个宇宙、大自然、上帝的奥妙甲道理。牧师有甲咱讲过，即个问题雅各也问，450年后，摩西嘛伫山顶嘛问讲，上帝你的名叫做啥物名？牧师算算咧，甲咱报告，甲咱解说，即两个即个祖先甲后代前后差过450年。上帝为什么450年后才甲这犹太人解说讲伊的名叫做耶和华？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因为到伫人类开始有文字的记载，到伫人类开始需要有经典。因为以前人类常常拢是用讲故事，拢是用口传的历史，无文字的时代。所以历史的开始，通常拢是用开始有文字的记载，迄个时阵开始，才是迄个国家、迄个民族的历史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经历过450年。兄弟姊妹，一个信仰的造就，一个信仰的形成，是经过真侪年。对雅博河一直到约旦河，对亚伯河到约旦河，对雅各经过这个亚伯河，后来到摩西，以色列人因经过约旦河，安尼前前后后450年至500年的时间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嘛是安尼。伫即个，那牧师都照甲咱讲，其实雅各甲亚伯拉罕并毋知上帝的名叫做什么，所以问伊讲，请你甲我讲，你的名叫做什么？天使甲伊讲，你毋免问，其实你已经知。佮另外一段的记载伫出埃及记第6章第20到第30节，上帝甲摩西讲，我是耶和华。第一摆，上帝亲自甲名讲互咱听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做礼拜，有听到耶和华这3字，甲无听到耶和华这3字的人，并无关家卡呢。因为那些咱拢知影耶和华，但是咱都无一定敬畏耶和华。有真侪人知影上帝，但是伊无一定真正敬畏上帝。有个人虽然毋知影上帝，但是伊讲我的上帝是啥物？伫这个所在讲真清楚，特别咯，恁注意听这句话。伊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的事。我古早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的时阵，因称我做全能的上帝耶和华，关于我的名，因从来都毋捌听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邀请咱甲上帝祷告，主该我知的，恳求你对我讲；主该我知的，求你的圣神伫今仔日解说互我听。毋免经过450年，毋免经过甲我的行顺顺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当时咱读圣经需要有人帮助，因为咱对一本对头读到尾啊，咱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讲伊发生拢是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时空。因为每一个故事的关联，属于刻意的安排、刻意的解说伫迄中间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通了解。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解说，甲读说圣经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的中间。除了上帝向人显明，若无人袂通知家己的事。第2章11节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通知。第一个，咱来认真做礼拜，所听的真，咱来认真读圣经。圣经毋是读册的人熬会晓，圣经是心内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读有。有真侪人一认真读足侪摆，但是伊若毋是真正有安静求真有即种的伫主的面前的谦卑，有当时一世人读圣经，永远袂了解，才事有蹊跷，才稳重伫即个故事内底真正的道理。所以这是一个真神圣的问题。咱要思考上帝的话，过去咱知影上帝真互咱通挖去，所以咱常常相信咱爱祈祷。咱拄着代志，咱嘛会找咱中间咱所甲咱较亲的朋友，请伊陪咱祈祷。咱嘛有时会当咧，会走来找牧师讲，牧师拜托你带我祈祷。
但是咱要互牧师的上帝变做你的上帝。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姊妹伊对台中请客人车，伊听讲伫草地所在有一个曾浩成牧师，伊真正对台中请一辆客人车，真走来找我，找我就讲伊真侪会来，伊信仰甲内心的事，然后请我替伊祈祷。后来一直拢伫电话中间，伊若拄着困难，伊会讲牧师请你替我祈祷。顶礼拜伊嘛过来一届，拄我无伫咧，所以伊离开了后，伊讲牧师，我要甲你说多谢。伊讲你有甲我讲安怎，所以伊讲当你甲我带我祈祷了后，我开始有一个习惯，开始读诗篇。伊逐日一篇一篇诗篇来读。伊讲我忽然间感觉讲有真侪透棒。我讲是，因为诗篇就是上好祈祷的经文。你若逐礼拜当你安静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你会拿来亲像大笔。你要甲你的心来讲，我的心你无搁再操烦看路。这个姊妹讲，我真欢喜你甲我分享，因为以前这个道理我拢知，但是我无真正照安尼去生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这个上帝伫全世界拢用这种方法来陪伴咱，互咱不但敢若知伊的名，咱会当经历到伊甲咱相甲伫地。所以这你捌伫你人生中间拄着无答案的问题嘛？原来伫做面前。那假使后一届咱去拄着迄种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将我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交伫你的手中。所以我将我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交伫你的手中，祈求你小赐我智慧，帮助我，替我解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伫一生的中间。愈是拄着问题，咱愈欢喜。你讲牧师，你有受虐狂吗？毋是，咱会知影讲，这就是一个经历着上帝的一个开始啦，甲机会。咱若拄着这个蹊跷的代志，拄着这个艰难的代志，拄着咱无度能力解决的代志，就是咱经历着上帝一摆搁一摆新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将这种的信心、甲态度赏赐予咱，将来咱若拄着困难、艰难的时阵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感觉怪怪，亲像我举了一电话，讲到真正真的呢，但是我感觉怪怪，但是是啥啦？挂掉，切断。你甲讲，请你直接去报案就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伊讲落就搁一篇足大的道理啊！伊搁要甲我讲啥呢？伊讲我甲你转去警察局的电话着好无？我甲知影你转去的是毋是警察局的电话？兄弟姊妹，这个世界太奇怪、太可怕。若毋是上帝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话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话。人无法度用家己的能力去理解上帝。哪个想要理解上帝，用伊的能力？但是哪个无法度真正了解上帝？伫到伊的后代子孙，一代比一代，伫最坎坎坷坷，伫真侪安尼懵懵懂懂，以色列人经过遐尼久长，才认捌这个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句话爱家背起来。我相信咱多数人拢会晓背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捌至圣的就是聪明。只有两项代志：第一，敬畏上帝；兄弟姊妹，彻底上敬畏上帝。咱既然要信上帝，咱来真正对心中甲上帝讲：主，我彻底上相信你是我一生的上帝。敬畏就是智慧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咱敬畏上帝的时，上帝的圣神就进入咱的生命中；当咱敬畏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的圣神就进入咱的心中。所以以赛亚在经第20节讲：
有上帝的灵踮伫伊的内面的人，伊的内面就有聪明的灵、智慧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财物的灵，阁有敬畏上帝的灵。兄弟姊妹，当咱若敬畏上帝，上帝的圣心就踮伫咱的内底。即个讲人捌至圣的即个字，人捌至圣的即个字，伊伫旧约的圣经叫做亚大人捌。即个字就是伫今仔日咱要来读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，迄个独上帝的灵，才会通认捌上帝的事。迄个 gnosis， 即个后来伫西方的世界叫做认知论啊，即个英语的即个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即句话嘛，甲你放做伙。箴言第9章第10节，以及歹势，毋是罗马书，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，伊讲：当人的事，若毋是伊家己，别人毋知。你毋是我腹肚内底的面汤，你较知影我在想啥？吼，外人毋知咱的轻重，这是第一句话。所以第一句话讲，别人袂通知，这个字是伟大。第二个，上帝的事，若毋是上帝的圣神，嘛无一个人会通知。这两个知伫中文拢翻译做知影，但是基本上伊有无共款的意思。圣经安尼讲，上帝用伊的圣神甲咱彰显，上帝伫咱拄着即个蹊跷疑问的事的时，当咱心内有疑问，咱甲上帝参详，咱安静祈祷。上帝就用伊的圣神对咱讲话，将伊的深奥，将伊的奥妙稳重的智慧来显示互咱知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奥妙，就是伊家己的圣神。伊讲咱所得到的，毋是这世间的神，是对上帝来的圣神。要互咱知影上帝，伊所白白显示互咱的一切奥妙。愿咱伫今仔日第2个。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赏赐我聪明智慧，主求你赏赐我正确的智慧，求天父上帝将这个知解说互我听。所罗门伫伊拄着真困难的判断，这个故事咧讲起有2个查某人暗时咧困，2个有生囝的妇人人这个一个缀死因家己的囝，然后头痛换了，最后醒起来了。煞走来找国王，要叫国王来审判，讲到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伊啊，讲伊的。恁会记迄个故事？迄个故事真歹判断，因为当时无迄种基因比对的方法，所以无法度用这种科学的方式，就知影讲这个囡仔是啥物人生。所罗门讲好啊，无卖差啦，将一半，切咧，将一半。这个妈妈，真正的妈妈心内讲。我宁可互伊让伊，我嘛无爱我囡仔死。所罗门就知影讲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妈妈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罗门甲上帝讨心的，伊讲求你赏赐我智慧，通做判断，会当辨明是非。主要求你赏赐我智慧。这段圣经了后，上帝讲，伊看所罗门的祈祷最好。最后第10节，伊讲上帝看这个最好。所以，伊就得到上帝欢喜甲祝福。今日牧师要甲咱解说这2字，2个知，第一个知，2种的知。第一个知叫做人的智慧，这毋免学。人的心中自然，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自然就互人有思考的基本的能力。这个字叫做伟大。第2个字叫做 gnosko， 英语改叫做gnos。这个字 ，gnostic 这个字，这个字是对圣经的翻译。这2种的咧讲起，这2句话，即在的圣经咧讲一项代志，就是人无法度用家己的方法完全了解真理，人无法度用家己的方法了解真理。第一个，咱来看这个伟大这个字，这个就是人的直觉，人伫内在某一种的上帝赏赐人的 IQ， 虽然你捌经历过，但是你基本你会当做某一种粗浅的判断，这是人的直觉。但是这个直觉甲认识并无够额。第2个字叫做 gnosko， 这个字，
这个字伊用完成的莫用啊讲开遐深啦吼。该简单来讲，这种的智慧必须要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你才会当得到。伊咧指明某一种的关系所产生的能力。换一句话就是，当一个人敬畏耶和华的时阵，伊就有这种人物的智慧。所以这种的智慧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所得到的。所以当一个人敬畏上帝了后，照圣经的解说、保罗的解说，也是所罗门的解说，伊拢讲起一个认捌上帝的人，伊要真做有智慧的人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甲咱相合伫地，伊一路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。伫咱一路行过所拄着的代志，上帝亲自对咱来讲话。这个字伊本身就是就拄则咱咧读的箴言第9章第10节，伊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迄个人物知影，旧约的圣经甲伊翻做人物，但新约的圣经甲伊讲知影。伫圣经的中间所讲的智慧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当我拄着疑问的事，求主你的圣神甲我相合伫地，互我会当较深来认捌你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集伫你的圣殿，阮听到圣经内底的故事，当阮讲阿们的时，阮的心中就甲你讨。雅各所得到的祝福，阮嘛要得到；摩西所得到的智慧，阮嘛要得到；所罗门所得到的信用、信心的态度，阮嘛要有这种的态度。阮要敬畏你，阮望阮会当用一世人跟对你，认捌你，捌你较深。所以求你帮助阮，就是照你家己所赏赐予保罗。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你讲，你为着听你的人所有备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，是目睭未捌看，耳孔未捌听，想象未到的。上帝，你为阮备办的，就是圣神要徛起踮伫阮的心内。主，这是你的应允，阮深信。求主你喜乐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互阮的青年，甲阮的囡仔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